继续来看客家贡献奖嘅相关报道。今年开出成就奖人人类嘅得主张义元，伊也系更加新主任客家语文协会嘅理事长。张义元佢希望提推广客家汉文，做每礼拜有3日为去义务教老人家学唐诗，还用4年嘅时间去搜汉文诗词一道相关资料来编写，完成第一本嘅客语汇流词典。今年得到客家贡献奖，张义元以过强的认为讲，功劳如海也先生。来到姜林强的创场学人是在谈到日前过日前的客语朗读上，跳那么拍拍嘅老人家，跳下来专心读书，3万嘅学习韩文。66岁指头先生张志军係今年客家贡献奖人人类嘅得主。年代係對5兩國小教書，17年前退休之後，3萬嘅致力客語推廣、研讀韓文，透過朗讀詩詞，將客家語言文化儼然流傳。我除了倆姜林倆社區創場學人以外，還有讀台獨社區，還有讀新亞屋，新亞屋有辦，總共3班。除了教客語，張建軍也擔任新主任海陸客家語文協會嘅理事長，辦過6年嘅海陸通識客語朗讀比賽，寫到當地學生嘅留社會人士報名參加，佢希望透過比賽方式，把客家話潛入家庭。本身係一家吼大屋卡，除非讓我媽媽啦，讓我上一輩人溝通那些講話用講客家話，讓我哋社會嚟講那些吼，通常都講建議好多啊。哦，你一習慣咧，盡量攞嚟介過來嚇，一樣嚇要好多嘅機會，哦，嚟攞客家話用客家話嚟攞呢社會嚟溝通。除了3萬做社區教學、辦朗讀比賽之外，為咗客語資料保存，張先生也參考了詩集、楚辭、口語詞典等，將近60本嘅書，用咗半年嘅時間，讓年版嘅大師對過，到6年之前總算完成了台灣第1本客語海陸詞典，就希望這6本客語台1本做啲學客語工具書。編了本詞典呢，佢落底嘅眼淚嘅意思佢講，我哋上課時間呢，完全冇參考嘅資料，喺我韓白講研究韓文嘅時間呢，我簽了啲資料，我啲老年簽，所以我講後面呢個講老先生所講嘅資料呢，呢個講整理出來。針對今年得到客家貢獻獎2項獎項，張建軍態度當謙嘅表示，功勞對來自己嘅啟蒙先生，也是專門研究詩詞嘅國學大師彭發順先生。開始學韓文嘅時候，從彭發順先生學韓文，學讀甘露寺余明苗，韓國姜林呢嚇，學有幾10年。彭發順先生非常認真，非常神猛來教我哋。潮順之家已經用嚟當多心思做客語傳承，我張先生針對當多家庭，落橋台溝通，大體用翻譯2件事情，係能取得當小利。張志軍希望客家話在從家庭嘅環境開始，透過大嘴鼓嘅方式，本成人呢在多學講客，本客家話選材對佢哋嘅生活環境地圖。佢就會用2件事情當做目標，繼續為客語嘅傳承來做打拼。下次王滿友先做報道。